國產山寨 Look 2 2380蚊人仔搶灘。喂，咪買咗 Look 2咩？借嚟睇下，都唔係 Look 2嚟嘅。冇人買 Look 2啊！睇真啲，兩部機又真係幾鬼似喎，掣同埋鏡頭擺位同 Note 2真係差無幾喎。不過靜靜雞話你知啊，佢個 mon 大過 Look 2噶。LeaderMax 個 mon 行5.7寸，16萬色，比 Note 2嘅5.5寸輕輕大咗0.2寸。同樣係1280×720嘅解析度，支援 1080p 高清播放，但係價錢係講緊2380蚊人仔啊，抵玩啊！不過唔係大 mon 就得嘅，質素都好重要噶嘛。拍埋 Note 2開同一張相睇下 ，LeaderMax 嘅色明顯就冇咁 sharp 啦，細緻度都差啲喎。至於規格方面 ，LeaderMax 就行1GHz， 雙係配1GB RAM， 系統就行 Android 4.1， 簡單測試上網、開 App、睇相、睇片都應付自如，而且都好流暢嘅。800萬像素鏡頭玩到 HDR 16張連拍同埋270度全景相喎。咦，全景相嘅處理速度仲幾快添，用得國產機又點可以冇雙卡雙待呢？中意成日周圍去嘅人咪啱晒啦，2000幾蚊人仔抵玩啦！